洪哥，你说实话，我还有救吗？说什么傻话？就没有治不好的伤？千虎，洪哥对不住你，我就不该去练什么剑，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雷家。门主，什么事？最近江湖上突然疯传一个流言，关于门主您的。说什么？说您为了争夺雷门门主之位，暗害了雷云鹤，又利用门主的职权，把雷轰逐出了雷家。放屁！哪个混蛋传的这屁话？一定是唐门那帮混蛋！洪哥，你干嘛去？老子去砍了这帮造谣的混蛋！你不能去！放手！门主，千虎，你没事吧？洪哥，别去了。现在我哥生死不知，我要成了这样，连门经不起折腾了。可是，他们这是在毁你的名声啊！外面的人愿意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，挨骂也不会掉块肉。可是，名声这东西，不过图个好听罢了。洪哥，你或许会在乎，可我真的不在意这些虚的。就像当年爹传我们武功，我哥和你都觉得五雷天罡拳打起来很难看，不愿意学。可我觉得无所谓啊，只要够强，招式是不是好看，名声是不是好听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只要够强，足够我守护雷家，就够了。五雷天罡拳第8重，绝地！五雷天罡拳，老头子我又不是没有接过。小老虎，你哥，洪哥，雷家就交给你们了。第9重，灭天！千虎，老太爷！老太爷，太爷！还是差一点儿。千虎，你怎能用出那种自杀的拳术？雷门生死存亡，管不了了。放屁！什么生死存亡？有我和你轰哥在。可我是门主啊！原本我体内的寒毒就已经压制不住，活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如今能以雷门门主的身份战死，算是死得其所了。此一生，我们兄弟3人能再次相聚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如今心愿已了，千虎没有遗憾了。大家长，门主，师傅，吴杰，你很不错，我雷门后继有人啊！
你想拖住我，给你的同伴争取时间？太天真了！雷门第19代门主雷千虎，今日为护雷家而战死。门主之位传于师兄雷轰，待驱敌之后，入雷门祠堂，行3享6镇之礼后，任第20代门主。一场厮杀。